滾痛都可以聽見聖者真語，唔識天眼法眼字眼都硬係講義理，拎住聖帝子句自己砌說話上台說，若非覺者印證你嗰套點叫法門可以傳開，唔睇古德解釋亂，用小腦袋講經解義，呢種思想係邪見假正法嘅新派，自稱識福查真與師徒一串亂喊話，經藏入邊好多假句後人天字改編，暗中自己砌一套經藏畫冊印到滿街，然後宣都要改寫經典，由此福土到世間，俾人拆穿路底之後立即轉身出新派，話字係幫手校對字句，話字係核查警明，拎住10部假經傳單話要公開俾世人睇，第一卷迷畫天下嘅傳單，你話每句說話乜都入定先會開口，若然開口都會講錯，咁究竟錯離開邊種道？若然字字真確，又係憑乜嘢話啱到尾？自説自話自封明是自係戲，你話世專注空性當中，但你連乜空都未知，點樣打開經典入面主題法義嘅大門？口講真語，心裏探明，只會拖沉重心。因為呢個忘情識佛語嘅宗派根本唔識辨別法義四種解決智慧，唔識義解分明，唔識法門流轉，唔識言辭正確，唔識靈位現前，又唔識涅槃之字，唔識定眾之想，唔識空性三昧，唔識解脫之門，唔識解脫求嘅觀照，唔識覺悟真諦，連聖義己都未曾親證，就敢自居為一命佢話自己一眼睇穿經藏幾多真幾多假，話可以掃清每一段字邊句係偽造之話，一到被人質疑追問，又拎果籃鮮花作禮，照住儀軌拜來拜去，扮成謙卑求原諒，話原來只係幫手孝字係想護持正法，但呢種戲法挑演多次，終會變成滅法因緣。你話每句說話不都入定先會開口，若然開口都會講錯，咁究竟錯離開邊種道？若然字字真確，又係憑乜嘢話啱到尾？自説自話自封明是自係戲，你話世專注空性當中，但你連乜空都未知，點樣打開經典入面主題法義嘅大門？口講真語，心裏探明，只會拖沉重心。虛無之人無神無去貪財，工人為義，成為你嘅六角竊取佛陀真法，五百大告鐵法者口誦經文心歪，當一個大業流轉之後，教法自然會衰敗，公正法慢慢崩散，只如名字流傳，要等下一位覺者出現，新一代覺悟人家，再一次證得真理，再一次開門示言，打開解脫之門，引導眾生遠離輪迴苦海，到達清涼彼岸，安住寂靜熱。